喺四川一次音樂聚會，一位無神論者好奇而嚟。當敬拜嘅時候，佢體驗到神嘅真實係無可推諉嘅。當晚佢就決志信主。佢話喺我哋團隊身上，佢睇到神嘅愛喺我哋血裏邊流動。佢仲話佢自己唔係一個音樂人，唔能夠學我哋一樣咁用音樂去傳福音，但係佢可以用其他嘅方式喺佢嘅生活當中分享神嘅愛。我哋冇咩可以誇口，因為我哋仲係繼續不斷學習經歷神嘅愛同埋點樣去愛。我哋心裏邊只有感恩，感謝神讓我哋可以見證佢喺主耶穌為我哋犧牲，用重價買贖我哋，使我哋可以喺佢嘅愛裏邊有能力為佢工作，讓人喺我哋嘅身上睇到佢嘅愛。但係同時我又好慚愧，因為喺呢個學習過程中，我哋好容易起伏不定，並唔係全時間感受到神嘅愛，特別係喺忙亂同埋少咗親近神嘅時候，我哋就好容易忘記先去尋求神，讓我哋嘅生命與神連結，反而嘅係用自己嘅方法去處理事務同埋人際關係，好快就覺得好枯乾、好冇力，就好似一堆燒得好紅嘅炭火，你將其中一粒炭攞出嚟，好快佢就會熄；你將呢粒炭擺翻喺火裏邊，好快佢係會着翻。約翰福音15章第5節話：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作什麼。呢個先係主要關鍵，我哋要不斷連結住愛同力量嘅源頭。其實神一直喺度等我哋，問題係我哋想唔想翻到佢身邊。我哋好快又要起程去唔同嘅地方服侍啦，請為我哋祈禱，使我哋可以恆常嘅連結住呢棵真葡萄樹，用我哋嘅生命去見證神，為佢多結果子，讓更多人睇到喺我哋嘅血裏邊有神嘅愛流動。